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，基隆中家病院13楼厝尾顶《西游记》的病房，今仔日中昼嘛推出火灾。中家病院表示，有80个《西游记》的人，甲46个家属，伫第一时间拢已经疏开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 长庚医院在12点25分左右，我们都已经全部针对洗肾病人80人左右，那还有家属差不多46人，126人全部都已经清点完毕，里面人员都完全盘点完成，目前没有任何的人员的受困的问题。 基隆市消防局表示，今仔中昼12点26分，接到基隆中家病院13楼传出火灾消息，有赶紧派消防人员佮有消防车去现场。为外间来看，敢若烟是无着火。那中家病院表示，有80个《西游记》的人，甲46个家属，拢总126个人，第一时间拢已经疏开啊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那火灾是伫12点46分已经拍火，原因还阁等咧调查。